感谢主。这时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第3章，咱要对11节看到14节。加勒太书第3章11节到14节，第二圣经第216面。其他版本请看银幕。加拉太书第3章11节，单靠律法，无人伫上帝面前称做义是名，因为义的人要对神来活。若是律法，毋是对神，独独惊这个要对这个来活，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，因为有记载讲，既若既若掉伫查理的受咒诅。要互阿伯拉罕的福气，对基督耶稣刷到伫外邦，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圣神。以上，下面咱要请本堂柯成海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法律甲信心。法律甲信心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俾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份自责。这是恳求你的信心，甲阮同在，保守阮来明白你的话语。愿主亲身来引带，愿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伫加拉太书的第3章。加拉太书第1章，咱一章一章读落来。伫第1章的时阵，保罗甲咱讲。咱来明白，福音是对耶稣基督来。迄阵甲大家分享的是，福音敢若唯一无其他的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保罗要甲咱讲，咱毋通读着圣经，咱若敢若掠中一节，咱就甲讲，迄是完全的。毋通用家己想的来解说，成做真理。然后要叫别人嘛爱安尼行。保罗爱咱每一个人。将咱注目看伫上帝、伫耶稣、伫信心这三位一体的神的顶面，毋通偏离真理的教导。伫加拉太书第2章，甲大家分享的是，人人拢会当领受到这个福音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罪的人，咱毋通讲我已经信啦，所以就看轻别人。上帝是疼咱所有的人。咱得到是因为咱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因为咱做啥物代志，咱才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伫第2章的时阵，勉励大家，咱咧将福音传互遐也未相信的人，毋通干那看到家己尔，而是用律法来批判别人。所以伫头前的2章，保罗第一是为着伊使徒的积分做一个辩护。第二个是因说明外邦人宣教的这个使命的重要性，甲正确的。所以伫第3章一开始，保罗伊讲因是无知的人，戆的加勒泰人。其实伊是咧指责加勒泰人讲，恁是戆的。这个戆的，毋是代表因智能不足，是讲因对代志的认识无够清楚。亲像目睭互裂看起来共款，所以保罗伫第3章的一开始，伊用几个问题，想要帮助信徒会当搁一解来明白福音的真理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讲，耶稣基督定伫世界已经久啊，搁显现伫恁的目睭前。那呢，即马是虾米代志，还是虾米人，搁甲恁迷下去啊？
互恁走偏去啊！其实耶稣基督为咱的罪钉伫十字架顶，这就是保罗咧传扬信仰的中心真重要的价值。但是因为外来一寡言语的威胁，加拉太人误认讲一定要行割礼，这个重要性大过十字架。所以保罗问这句话，是要互咱每一个人，搁一届转来到十字架的真理的内面。第二个问题，保罗问讲：你受了信心，也是因为律法的行为，也是因为听信福音得救呢？信心是上帝工作的力量，伊代表上帝；福音是上帝拯救的能力；律法代表是这个世间上的准则。所以咱袂当翻头讲律法来换上帝互咱的恩典。咱是照着信心，咱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力量，伫咱的身躯顶显明出来，咱才好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保罗伫第三个问题，伊问讲：咱既然已经是对信心开始啊，甲当恁敢要用肉体来做结束吗？恁敢是遮尔无知、遮尔戆吗？这是保罗搁一届咧责备遮个信徒。伊讲：你是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哪会阁想要用家己的力量来达成目标？哪会阁想要用家己的力量来讲我才有法度？拢袂记得其实是上帝的恩典的开始。因为安尼，因领受一只恩典，所以保罗阁家问一句话讲：恁受遮侪苦，拢是空空的吗？当因信。军队耶稣，因受到真多的代志的挑战、的压迫，受到真多的苦。那呢，伫受苦的过程中间，到底什么是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价值？伫咱信耶稣，咱明白伊了后，咱毋是讲咱一切拢真顺利，咱会受到真侪挑战、引诱，但是这个过程中间。咱会当搬过、赢过这困难，这拢是上帝恩典伫咱的身躯顶。所以保罗咧问讲：咱受苦敢是空空？就是因弃杀掉恩典。那呢，当因弃杀恩典的时阵，什么拢毋是啊。保罗问的问题，上尾一个，伊阁回到上帝的身躯顶。伊讲：上帝赏赐恁信心。搁伫恁中间行遮大能的代志，是因为律法的行为造成的吗？也是因为恁听福音才会当得到的吗？其实咱所领受的福音，咧教咱会当了解，上帝是全能的供应者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伊充满祝福甲拯救的上帝。所以当咱每一个人该结连的时阵，咱就赢过外在一切的事物，咱就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对这几个问题，保罗咧对加拉太信徒咧说明的是信仰的根基。伊特别用亚伯拉罕来讲，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着上帝拣选伊，所以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信得到称作义。同款呢？咱每一个人，咱嘛因为信来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伫过去，犹太人一直家己认为，伊甲亚伯拉罕是结连做伙，是因的子孙有血缘的关系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因就讲一定爱行割礼，才是会当得到救恩。保罗特别伫即个所在，佫讲一解，伊拍破即个观念，佫进一步咧。谴责遐个自认为爱守律法的犹太人，上帝诫命咱拢知，伊爱咱尊主最大，爱掠伊最中心。所以保罗真清楚表明，无人会当因为行律法得到称作义，只有靠着耶稣伫十字架顶面的救恩。
才法度改变咱人的生命。耶稣已经为咱牺牲，钉伫十字架顶，互福音伫外邦人的中间传开。所以，因为犹太人将耶稣钉伫十字架，拒绝耶稣，咱在座每一位，咱才有这个福分，得到这个救恩。也毋过，咱讲有的人，伊真正无够了解，也是安怎的时阵，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讲，要提醒咱，迄个迷信，甲敬虔有啥物差别？其实往往伊的差别，敢若伫一线之间尔。就是讲，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若对圣经的话完全无熟悉，也是讲对真理要有真侪误解。其实迄拢无要紧。咱上烦恼的是，伊无想要去了解，无想要去听上帝的话，因为伊掠家己最中心，就是伊无要祈祷，无要读经。伊虽然敢若每一礼拜拢来固定参加礼拜聚会，看起来敢若就真敬虔，但是敢毋是真亲像耶稣所咧骂遐个法利赛人吗？安尼看起来真可能是一种迷信，认为满足外在宗教律法，遵守着遐个教条，就会当得到上帝拯救。其实迷信的定义是对一项事真着迷，但是佫无明白，而且盲目的相信。因此，保罗咧处理加拉太教会信徒的无知讲的这个顶面，有真深的批判，嘛有真深的期待。伊要尽一切力量，互教会会当了解明白过来。对咱来讲，咱真做一位基督徒，咱嘛对每一届圣经的查考的内面，也是参加聚会，咱真认真咧听真理的分享的中间，搁一届接受到刺激。这个刺激是咧帮助咱脱离迄个咱无要想，咱无要去想，无要去找真理。咱来学习的是，咱去分辨伫咱周围所发生的各项的人事物，因为上帝赏赐予咱每一个人有思考的自由，爱咱去做对的选择。那安尼来讲，有人讲牧师，你因为你读过神学，所以迄对阮来讲真困难。咱若讲较白，神学就是伫信仰中间去追求迄个理解。伫信仰中间追求理解，就是要去了解家己到底是在信啥物。伫台湾的环境内面，有真侪信仰的观念，要久是受到传统的文化思考所影响。比如讲，有拜有保庇，有求就有应的这种信仰的观念，其实这嘛真深咧影响到咱每一位基督徒。咱每一礼拜伫遮咧做礼拜，也是有一寡节期，咱拢大多数照着过去的规矩咧做。咱真少去问，这有啥物意义？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保罗借着加拉太书咧提醒咱，咱若较侪去运用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头脑去思考，去明白真理，去经验着上帝。互咱的信仰哪行哪丰盛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若到15节，咱继续读落去的时阵，保罗伊伫这内面讲：兄弟啊，我照着人的代志来讲，虽然是人的约，若已经定着，就无人甲伊废无，也是加添。保罗所提到的是，若立约了后，下伫约定了后。都无人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思去加添，还是减去。这是伫迄个时阵外邦人因所了解会当明白的意思。那掠阿伯拉罕做例，上帝应允，互伊有后裔，得到祝福。这毋是靠着阿伯拉罕行啥物好代志，还是有啥物特别的能力。
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。同款呢，上帝的恩典出现在耶稣一个人顶面，上尾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。咱若对亚伯拉罕迄个时阵开始算到迄个430年的即个中间，其实即个中间无完全的律法规定出现。迄时阵的人倚靠着信心来活，无任何的代志来规范因应该爱安怎做，因得到自由。既然咱人有迄个自由，那呢为什么搁还有律法出现来规范咱人呢？其实律法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将物件弹出去，毋是凊彩弹，爱往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弹出去，亲像箭要射去迄个红心共款。所以拿来看，律法是通往上帝方向的即个意义。伊带咱每一个人往上帝迄个方向来行，所以伊帮助咱人去明白家己的行为敢有偏差。所以律法毋是上帝应允的本身。保罗伫第3章内面，伊继续用一个启蒙老师的比喻来比喻即个律法。伊讲，伫迄个时阵有钱的希腊人的家庭，因会拣一位年长会当信靠的奴仆来照顾因的囡仔，对因6岁照顾到16岁，陪伴囡仔做伙去读册。伫要去读册即个路顶面，保护因安全的到即个学校交互老师。保罗用即个比喻，是要帮助加拉太的信徒会当了解，这就是律法的功能。所以律法是咧协助咱每一个人，带咱行往一个信心的迄个所在，就是行往耶稣基督。互咱会当因为安尼，咱因为信了后，互上帝称作义。所以律法是咧帮助咱行伫下伫上帝心意的道路顶面。那呢，照着信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成做上帝囝儿。这是真重要的宣告，这嘛是咱每一个人真重要的身份。咱信仰的宣告，因为安尼，咱会就改变了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囝儿。久长以来，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迄个墙就拍破去啊！因为过去犹太人总是将外邦人看做无清气的，坚持要甲外邦人互相往来。但是保罗讲，照着信，咱甲耶稣基督合做一体，代表犹太人甲所有外邦人，拢因为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成做上帝囝儿。所以伫第3章，保罗搁一解提到受洗的礼仪，伊用犹太人会当明白的迄个洗礼传统来解说，因为受洗是甲耶稣结合做伙的意义。所以任何人过去要加入伫犹太人的宗教的团体内面，来接受割礼、献上清气的祭物，甲接受洗礼，这是过去犹太教会时阵无问题。但是伫外邦人的地区，行割礼就有一个真强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伫这个中间。所以保罗提到外邦人，毋是一切拢爱遵守犹太人的洁清气的礼仪，只有受洗成做信徒，才是加入教会的一个条件。那呢来看，伫过去，咱拢受到一个传统遮的物件的规范，帮助咱行往迄个耶稣基督救恩的道路顶面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有真侪规定，咱会爱安怎做。安尼才袂出错误，咱拢遵守，因为这是上悬的原则。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咱的生活，因为规定是咱人所定出来，伊有一个功能尔，迄个功能就是带咱行伫这个道路顶面。伊却毋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同款，伫教会历史的过程中间，咱有真侪的传统。规定、法规，加所有的律法，
拢是要帮助咱每一位基督徒通往耶稣基督。但是咱人是软弱的，总是咱将这个规定成做信仰的全部。地教伫过去这2000年来，每一个时间拢会出现一寡新的信仰的争辩，拢会去讨论。这个讨论伫教会内面已经超过2000年啊！长老教会今年是150周年。伫最近这几年内面所面对的挑战，发生伫礼拜形式、使用的语言，有真侪教会开始改变进行礼拜一个更新的运动，但是嘛伫教会内部产生多也是少的一寡纷争。因为咱人普通，咱拢习惯迄个旧的，咱莫去颠倒上好，无习惯去变动，所以咱需要信心引带咱每一个人，咱学习不断的更新变化，咱来迎接每一个无共款的宣教的族群，做出无共款的调整甲变化。亲像今仔日的亲子礼拜。迄就是咱主日学事工的同工，因伫信心的引带下骹，做一个新的来尝试甲更新。迄个目的是要为着互所有家庭的成员，会当做伙伫圣殿内面来敬拜、来学乐、来听上帝的话。一个家庭拢来到圣殿来亲近上帝，然后转去到厝里。伫家庭的生活内面，建立以上帝最中心的信仰生活，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听的内面，互信心的夫妻甲帮赞，将信仰真正落实伫咱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内面。所以今仔日的亲子的礼拜，毋是伫遮咱看到尔，是即个教育、即个分享，一直爱到咱家庭内面。咱每一天拢爱知，我毋知咱的家长敢有看到咱囡仔的周报。其实因的主题甲咱的主题无相像。咱敢有法度伫每一礼拜甲因来分享因伫礼拜中间所听到的信息呢？毋茫借着透过今仔日的亲子礼拜，互咱每一位无论咱是父母的，还是阿公阿嬷的。转去拢会当明白了解，即礼拜因伫教会内面听到倒一句上帝的话，伫因生活中会当陪伴因，成做因的帮赞。那呢，咱就法度真正将信仰的生活落实伫咱的普通时阵，咱的家庭的内面，互咱每一个人，无论大人、细囝，拢会当共款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伫你的恩典内面，无分大汉细汉，无分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因为每一个拢是上帝你所看顾的。阮献上感谢，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面对无共款的人，阮会当更新变化。互律法来帮助阮行往救赎的迄个恩典的道路，无偏差。愿主看顾，这是阮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阮同心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